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美珍。一天到晚来上莲花，人讲南北河北观音，今日节目浏阳现场呢来到桃园县观音乡哦。大概嘅莲花总面积呢有70公顷，係北台湾最大嘅吼。故所以所以北河呢，台南北河變做係講台灣嘅兩大蓮鄉啦吼。然後從嘅19年來呢，呢觀音鄉來推動嗰種蓮花季哦，然後一天時間來去賞蓮花、食蓮花草等等嘅休閒嘅農業嘅發展呢，非常的好哦。一年它有40萬人次來去留了，加產出有2億元以上咁多吼。故所對呢個農村嘅種嘅產業嘅提升呢，還個就業人口嘅提升呢，非常有幫助啦吼。不過從去年開始呢，呢觀音鄉嘅蓮農啊、休閒農業嘅長駐等等吼，是非常受利。乜嘢原因呢？原來有一個畜豬場，我哋嚟為呢太湖海嗰種嘅太湖村變入南部村夾嘅地方嚟設立咗1500條畜豬場啊！咁民眾因為講食蓮花草、看蓮花，然後畜豬嘅產業兩者嘅競爭呢，爭差強多嘅，故所佢就強烈嚟反對嗰種畜豬場入閘對呢嘅總頭度嚟設立嘅畜豬場啊！但是政府部門因為講佢哋合法申請啊，入閘也有合法申請嘅權益，權益嘅鼓動來，都係鄉親嗱地方上討論很用百姓呢，像地下請台黨來賓並台下鄉親共同來討論。開會了！看到你浏陽現場嘅鄉親從人哈，先來大家問候，大家好，大家好。好，希望大家哈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嘅副局長郭成全郭副局長，你好。主持人，各位嘉賓，大家好。稍等歡迎收嘅係你觀音鄉嘅鄉長歐秉成歐鄉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第三位來賓呢係你桃園菜體聯盟嘅總幹事，也係你觀音菜體嘅潘宗正潘老師，你好。主持人，你各位鄉親，大家好。好，頭先講到嗬，你睇一天到嚟看蓮花，大概是啲講南北河北觀音鄉嘅蓮花田有70公頃，係北台灣最大啦，故所嘅名聲也係安泰嚇。看下觀音鄉嘅蓮花嘅小檔案。你睇到桃園縣觀音鄉總嘅面積係70公頃嚇，台南北河係170公頃啦嚇。不過你慢慢變上來了嚇。種植嘅種類睇啲太和蓮啊、百葉蓮啊、香水蓮、紫石蓮、觀音蓮、牡丹蓮、太王蓮等等。你睇到蓮花睇啲都係看獎嘅嚇多。台南北河中嘅係實用嘅嚇多，是蓮子啊、是蓮根啊等等。所以故說呢，台南嘅蓮花嗱你觀音嘅蓮花係冇響樣。剛才沙地冇請教你嘅歐鄉長嚇，是講你觀音攀下蓮花佢今年係第15年嘅嘛嚇，那15年來嚇，今年有冇嚇新設嘅地方嚇？喺你鄉公所並農會嚟攀理嘅時間，有因為講嚇特殊嘅來授給為你嘅全國嘅鄉親呢？各位鄉親，大家好。你本鄉嘅蓮花吼，今年算來攀到第15年嘅吼，過去全部得到你蓮花業者嘅支持吼，然後你農會嘅支持，你蓮花季都本鄉來講攀到千成功吼。當然你本鄉你農業最大嘅特色吼，是係你蓮花。蓮花做嚟看，做嚟看獎，咩做嚟吼？當到你料理嘅食材啦吼，所以講蓮花對於本鄉來講非常嘅重要。當然吼，今年都你啲蓮花當到啲主人吼，佢哋嘅努力之下吼，今年然後過去冇空中，今年有千多嘅創新吼，佢哋業者大家要同心協力吼，共同吼，一齊出讓好菜。本你來觀音啲油料嘅民眾吼，做來享受啲蓮花船嘅嘅美食一樣。謝謝。好，感謝您鄉長哈。那我想問題要請教我們的郭副局長，就是說其實桃園縣政府歷任很多不同的縣長，其實對於這個桃園蓮花季哈，這個都是投入不遺餘力的行銷了哈。
这个吴县长以前也去下田种过莲花嘛，对不对哈？那每年县政府也投入大概1到2亿左右的行销费用哦。那今年在整个整合观音跟新屋这整个桃园莲花季的这个部分上面，县政府农业发展局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努力呢？那我们在每年的莲花季的时候，都会绞尽心思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用气作的方式哈，由我们农会来整合，来气作2公顷的一个食用莲子的部分哦，来做试种。那这个部分哦，种苗的部分都由我们农会来做提供。那收成以后，由我们农会来收成以后做一个加工处理后，再分送到各农场或是我们礼物服务中心来这边来做贩售。那这个是我们今年很有一个特色的一点，在这边做报告。好，所以往后观音乡的莲花可以看也可以吃就对了哈。好，双管齐下就是要赚这个莲花钱，怎么样哈？好，详情提出发言哈哈。好，2位欣赏嘿。我们除了莲花之外，我们一直在积极规划说，我们冬天、秋天哈，我们还可以办怎样的活动。所以莲花季过后，我们秋天我们就可以挖莲藕、控土窑。那到了春天，我们可能还要种一些季节性的蔬菜，比如拔萝卜啦。那我们想要是打造观音，就是让它1年4季来，可能有不同的休闲、不同的旅游。那我们最近一直在推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向下扎根。所以，我们很多农场已经开始在接一些户外教学，让北部啦，或者是新竹、苗栗一些国小、幼稚园的，他们到观音乡来，那我们以在地的一些生态，然后来融入到户外教学里面，让他知道说莲花的生产，然后一些休闲产业的怎么去经营，让他回去之后，对于这个农业有很初步的了解。那假日他就会带他的父母亲，然后到我们观音乡来游玩。我也是这个观音乡这边休闲农场的业者。其实我想这一次这个养猪场刚好它所盖的这个位置呢，距离我们观音乡的旅客服务中心相当的近，距离相当近。所以呢，那我想，观音乡每年大概都有超过20万人次以上的这个全台湾的各地的这个游客来到观音乡来赏莲花。那如果这个养猪场呢盖在这个旅客服务中心，那应该会造成很大的，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吧？来这边应该是要闻到这个莲花扑鼻香，而不是这个猪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味道。当然，我想其实因为像我们自己都从事农业嘛，然后其实畜牧也是农业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每天都要吃猪肉啊，那其实还是要养猪啦。可是呢，我们是觉得说，这个养猪的位置呢，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个讨论，然后可以盖在其他的地方，不要对这个休闲产业，然后比较大的这个冲击。以上报告，谢谢。潘老师，好，我请教哈，台湾有2个详细发言哈，有人提出，今年施工业人员来哈，伊就他新的设做法，有人讲，其实也唔本休猪的啦哈，冇休到按群啦哈。其实观音嘅莲花产业发展出个人员下来，原因为其系乜嘅优势，哈，系大家出得100又100来到恁观音上莲花，用呢条件要咪维持下去，然后可能有它长远的前景。我哋拿基本简单的书本大家看哈，了都差不多20年前哈。你江瑞天国代，突然你乡亲出了大病的时间，该粮食本来你太富行哈，亲欧洲，你妹哈，你搬家去安样哈，做个条哈偷牌的业者，所以到你妹火把枪的时候呢，你都开始来攀了莲花季。我想讲，该粮食安用大病人过来，和你慢慢的有基础咧哈，你迄唔迄讲将了基础哈？透过你人政府、你乡公所，当年都按多的钱来补助的时间，你将了产业吼，然后给三斤下来，用三斤下来有咩好处呢？替咧河坝会抢你，大家提供了迄你莲花的产业，佢都唔会凊彩来遮，你去工厂了着，佢提供你民众倾向的按用抢你的沙飞、抢你的沙器，还当时应验按用做人下来之后你乡亲自家有信心，你的体价会紧起来。都讲你迄一个抢你的沙器来讲大家会注意讲，该位唔会差该位人亲有水准
骨髓按用体加要渐渐的要松落来。迄讲吼，太监慢慢的大病，像你啊吼，我看到你青岛个着镊早吼，其实呢嘛个练法的产业，唔单止讲拄暑假的时节吼，两张去做做练法产业添，其实都2天，今要本人要个练学，还有你啊慢慢的连民宿都出来咧，表示讲了产业吼，对你了轻适合。喺南浦吼，讲喺拍火，大家都知。毋过，你伫讲台湾北部嘅人系有较多啊。故所以，最近上讲北部嘅人，当做去南浦台南看，其都喺上讲，梗系对观众你看都好啦。故所以，我想你产业吼，对你观众嘅发展挺有利。台湾你潘老师讲的吼，22年前，台福海非常非常的欧洲工厂啦、肉猪场啦，喺度废水中，佢排到你台福海地去吼。好不容易正式好嘅，16個年來研發產業要興起哈。其實台灣有鄉親發現講，唔係反對學煮嘅，但是學煮嘅味素哈，都喺研發業啊，休閒農場最適中嘅地方，咧味素先都唔係非常好啦哈。當然因為講，其實呢種嘅學煮業者哈，普遍咧喺到台灣嗰種嘅。本體嘅形象印象也唔係安好，故所引起青島嘅爭論啊、抗爭哈。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下，到底呢件事情到地方上引起其他嘅風波呢？水豐社嘅聯發科業同堅強嘅優美幫襯下，看起來動有氣質。寧夏地聯發演度用樹也安靜嘅風景，看起來動安然色彩。桃園國影響嘅聯發產業，10年來穩定發展，為到為追求行卡多樣化，在田業者唔單搶種聯發，未種各種嘅花，做次延伸太一條，而來發展休閒農業。我们农场的特色就是莲花的品种比较多项。我们把它列入是一个湿地生态的一个经营方式，所以说1年4季来这边的话，都会有各种的湿地生态的一个植物可以看。一條下南方嘅葵花，充滿夢幻嘅薰衣草田，還有連天花海，講都講唔得。一條講嘅景色，仲係本年下了都唔上進呢。竟然就會攀提15年嘅關於研發規劃圖，財田業者從提新聞發展多樣化經濟，還佢希望政府部門啲公共上市嘅部分早啲添加強。當然係來到呢度，如果喺個前面條農場哦，佢無案件難尋哦，入口意向最好是，你當然哦做掉嘅啊，係咪然後來到你啊關注望然都做啲形式那個意向哦，都做啲來到你啊條研發嘅。財田休閒農業會按發他，唔過引一步嘅財田業者殺動手，現正個影響台福海富區內，啲台福同南浦兩村隔嘅嘅比數，仲會有佔地幾千平嘅育豬場內。富區內還加係休閒同中華農場加10種嘅比數，呢條小片呢會對觀光產業同生態帶來影響。你喺2天睇嗰時咧，喺富區哦，你富區有當多嘅農場。哦，所以佢哋一落來嘅時間啊，要影響到藝術當到嘅東西，像就善善啦、生活啦、生態啦，哦，了水嘅污染、空氣嘅污染、噪音嘅污染。我们觉得其实这畜牧养殖都是农业的一个部分了，只是说地点的选择上，我觉得应该可以再考慮一下。原有的这个生態環境其實是不太融合的，這樣子而且會產生非常奇怪的現象。不過，就業者提出嘅申請資料強調做清合法，比如將會存入新式嘅養豬設備，來降低對環境嘅影響。不過，鄉親行起少，也按多年來動用時落成去做嘅結果，會受到損害。故所希望公部門做得嚴格把關審核，好本不關於南北河嘅好名聲，做得繼續表揚。這啲鄉親主要係因為講，其實養豬場吼，然後種蓮花吼，用咗新制最近檢查非常非常的大啦吼，還個養豬嘅那種嘅產生，那種嘅唔好批，那種嘅氣味啦、氣味啦哈，還個種嘅廢水豬飼料的廢污水處理哈，為對佢哋好不容易所建立起來嘅三生產業、生發、生產、生態很好嘅。規則一連串嘅休閒嘅研發嘅休閒產業嘅產生生態影響吼，到底咧養豬場都那邊呢，先看種圖來了解下。那種圖都清清楚的看到，是講你睇研發場
嘅主要嘅非常多啦单位吼，联发几个主要非常多啦单位，旁顺咧一点热蓝色的吼，球的色的吼，是呢休闲农场，所以看到了育猪场的一天梯呢是旁顺1、2、3、4、5、6、7、8、9、10个人间哦，哈，最近呢可能里某100公尺哈，是有那种的休闲农场啊，所以。民众是认为讲，你爱用现在发展呢，其实对佢哋来讲，好不容易10个人嘅辛苦嘅心血投下去嘅哈，你企稳脚步嘅，你育猪场去到安全哈，因为天时哦，真紧，那就你讲如果就出现，它批唔一样哈。韩国也是讲，但係你太闊係哈，頭下你潘老師講過，你係你觀音鄉最長嘅一條河巴，叫做講係觀音鄉嘅母親之河哈。你睇到那種誒，你太闊係雙油料地方嚟去那種育豬場咧。育豬場以下是兩條太湖海水嘅無田人家，係咪有許多種嘅影響啊？你喺度先受理啦嗬。啊，上兩下現場咧，開放俾你嘅鄉親嚟反映講，大家對育豬場去到兩位有乜嘅疑負，一個唔贊成嘅地方，你意見係乜嘅請客書反映好冇？啊，了解先生。誒，大庫區咧講，當初咧講係應該款嚟，在80幾年嘅時間，共衝動都係時間。佢行水非常的污糟，但是咱嚟將國代到咱哋地方嘅民事來講，慢慢去整頓，今日咱嚟行水來講是非常的好，但是你都不注重起落去來講，咱嚟太湖行嘅數十倍別一點嚟，今日南部村到太湖村係兩山夾嘅地方，要去北風吹咧時節，跟注銷梅頭全朝喺南部村來講，我南部村嘅村民對我哋村莊佢非常的期待。講村莊唔清楚，我拜託我哋縣政府、我哋鄉長，都係講比較注重，好好來把關。謝謝各位，謝謝。我們應該要輔導現有的這個養豬業者要怎麼去改善，不是要來成立新的這個養豬場。因為剛剛村長有提到過這個豬糞的問題，豬不只是豬糞的問題。還有它體臭的問題，尤其現在夏天啊，通通是這個南風一吹，這整片通通不能聞。一到冬天又往南吹，這個南埔村那邊又受遭殃。所以說呢，這個我希望我們政府能夠拿出魄力，在這個水保的問題。要好好的把關，不要再一次的污染。大家都知道，有河的地方，这个地方都会繁荣。你看大陆的黄河，你看带动9个省的这个哈。那你觉得养猪场盖这边会怎么样呢？当然就不行啦，因为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看这个大陆的黄河，你看我们讲宜兰的这个哈南洋平原，就是东山河的整治，就汇集了一个很富庶的一个南洋平原哈。那我们大节溪、大窟溪就是希望县政府关心，因为这个大窟溪流经我讲的黄河是等于是我们观音的小黄河啦，因为大窟溪流经9个村呐，所以说希望呢县政府呢，因为我在议会的时候我有跟他咨询，希望他对我们大窟溪来整治，让我们大窟溪美化绿化，做生态的这个保养生态的步道啊，人行的这个路桥。让我们这个大窟溪配合我们的莲园的主要这个来使我们观乡的休闲，你知道吗？带动让这个可以说，因为都市可能地比较少嘛，所以说我们观乡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也是最美的一个地方希望县政府来关心啦。那副局长，刚刚我们相亲讲说是养猪跟养种莲花这个互斥性太高，您认为互斥性是高还是低呢？是的，对整个农业产业的部分，当然在整个一个性质上有所不同啦。但是我们在整个一个审议的过程，那我们因为在整个性质不同，我们在5月10号特别召开一个沟通协调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也找我们一个申请业者跟我们所有连年我们乡亲来做对话。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对话，那希望业者在整个一个我们乡亲给我们的建议事项都很正面的，希望它列入我们整个一个投资成本的一个设施里面来做考量。那希望它审慎考量。那当然，我们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我们希望说我们申请业者里面应该有更大的一个
思维空间哈，那把这个眼光放远，那希望说达到一个平衡。哦，好，那你会建议他另外找地方吗？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审查的过程哦，乡亲都有很多的一个建言呐。我想，那乡亲的建言，我想那个业者应该都听到这样的声音。所以看到，有主场啊容许使用的神像流程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副座，我们现在是到哪一关了？到现场会勘了吗？已经会勘了，所以现在是在会迁相关单位机关审查这个部分。是的。所以会勘的这个会迁的单位有什么？水利会、环保局、公务局、城乡发展局，还有地震局。还有地震局。相关单位。这些相关单位目前会迁给你们的意见是赞成的，还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看法？目前在做中诊哈，那中诊以后我们会把统合所有的意见哈，那如果需要补正的部分，我们会现起来请他补正。那如果没有需要补正，我们会做一个统合的整理。那据我所知道的，目前是在中诊当中会做正式的要求那个申请业者来限期补正。所以目前是在终审。那如果说他限期补正之后，就一定会通过吗？还是说限期补正之后还是有这个不同意的这个可能性存在呢？业者我们为顾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包括我们年业者的一个权利，我们也要考虑到那个我们申请业者的权利。那县政府的基本的立场就是说，只要合法申请这边，我们依法行政依法来审理。那至于说审理的结果，我们会依照最实际的一个法令规定核实来做一个审复。OK， 好。刚才您嘅副局做嘅回应啦，不过今日嘅业者哈，其他又派出其他规划单位嘅规划嘅环境顾问来做现场做介绍。我们先分享田瑞新田先生，田先生，我先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厂区大概占地多少？目前规划养多少头猪？您的规划，业者交代给你的规划是怎么样？7800多坪哈，大概是1500头的养猪头数。7800多坪，所以换句话说，7分多地，7分多地啊，7800多平方公尺。所以大概1000多头猪。对，1500头。1500头是这样子。是。好，那当然民众最关心还是这个废污水这个跟周边产业影响。那针对这个部分，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您这边提到说大窟溪属于公共排水体，不是灌溉及埤塘用水。对。那我想请教一下潘老师。大窟溪是您在守护的嘛？哈，对，你们协会在守护的。是。大窟溪是公共排水体，伊唔迄讲可以用的，要没埤塘用水，两条干迄真紧呢？我觉得这一条呢有严重的混淆了，没有错。第一个，它的前段说的没有错，现在台湾所有的河流通通都叫做排水沟，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各位乡亲，你的田90度，你台风行的水嘛？有，迄90度用板讲，佢唔要灌溉沟咯。我讲，从你条件按用写出来，其实公民的基上，我来做，叫做啥？做啥的目的系嘛个？都按用个清河川啊。我爱上吼，你对业者来奉劝啊，就讲，你哋喺梯哈，你喺目前农梯啊清河家，哈，你连留下来，很快做嘛个都做得。不过你喺讲出嚟做主创来讲，很快地方嘅人哈，然后你控制，你等用板有嘛个利润哦，很当时我要抢高安尼哈，认政府，你迄唔要等下来讲哈，都直接讲了就好啦哈。不过我哋咧看法，你条河坝有灌溉功能，都喺樓我哋你沙期嘅人面哈，佢嘅生發，然後佢嘅產業、事業，你哋有關係，絕對唔係第一條按樣講法。好，再来看第一条。其实我想业者他其实也有像刚刚讲的，传统的产业有科技的新思维，所以他也按照这个新的规定啊，民国18年1月1號開始，農田水利費嘅灌溉然後排水嘅水路已經禁止用主要嘅廢水來排入去嘅，故所咧其實要用掛管排入來那種嘅太負海底緯度，所以掛管排入的方式是比較環保的方式嗎？還是說這個方式是怎麼樣？它不會影響到農田水的灌溉。是不會影響到農田水。排放水有排放水的標準，農田灌溉水有農田灌溉水的標準。是。那權責單位是不同的。好，副局長。不管是種蓮花還是養豬畜牧業，都是歸農業發展局管的。那你們對於這業者，剛剛顯然這邊有一個蠻大的一個潘老師覺得說這個有這個誤導之處了啊。但是業者他也說，我要用掛管排入承受水體，顯然業者他也有誠意要改善這樣的一個舊有的印象。那農業發展局這邊有什麼樣的說法回應呢？是的，
我想几凡排水也好，那农业废弃物的这个处理也好，都是一个在审议的过程很重要的一环。那对于业者，如果说在整个一个污水排放也好，农气物的处理也好，在传统的一个养猪场来讲，我想在整个一个环保的问题是比较很多有检讨的空间的。那对于如果能够采用力能相关的一个科技来做一些处理的话，那我记得在5月10号。我们乡亲也有给业者一些很正面的一个建议哈，说如果要做处理的话，应该把整个一个乡亲建立科学的部分哈，那纳入整个一个成本。那在整个一个现在来讲，以科技处理的话哈，那也技术上会比较成熟，但是在成本的一个考量上，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出。那因此在整个一个处理方面哈，那当然。在县内也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在整个一个前程的一个处理的部分，这就要看整个将来投资的一个方向跟整个一个成本的一个考量。好，那田先生，我想再请教，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养猪废水处理方式是属于生物处理了哈。那这个生物处理它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你们在环工规划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生物处理就是说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药剂，属于有机物，会分解于自然界。那这样子处理完的废水，就是说它让细菌去分解它吗？用生物分解，就是畜产实验所在当初设置废水设施，它采用3段式，就是故意分离以后把猪粪分离出来，第2段就是厌气，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红泥藻带让它厌气，然后再来就是它曝气，这3段，这3段处理在曝气的时候，它是用生物去分解这个。整个废水的处理过程，所以它会有个曝气的过程。对。那是露天的吗？露天。露天，那这样会不会有臭味跑出来？目前如果以环保法规去测它的周界的气味是测不出来的。就是它的浓度不会达到危害环境的标准。那以您的帮这个养猪场规划的这个。成本考量来看，目前这个您的规划里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臭气产生吗？目前只有那个故意分离的部分排泄物会产生异味，会有异味就对了。好，那在处理过程中是不会的。好，那当然就是说，处理好的这个符合流放水的标准之后，直接排放于大枯溪承受水体，不会经过农田水利会的灌排水路，所以不会影响周边农业用水。那潘老师，爱用些共犯，你知道风行吗？这一点我们乡亲最清楚了。你现在排到大枯溪这一段是没有经过灌溉沟，但是大枯溪的水往下一个一个水堰，每一个水堰都有另外的灌溉沟进到不同的农田里，怎么会说是没有进入养猪场以下都会就对了。对，整个大枯溪沿线通通都是水堰，每一个水堰就是一个灌溉沟的系统，所以这个。都是他们业者自己讲的，我不知道我们农业局对这个清楚吗？如果不清楚，应该是要找水利局来告诉业者，这一段就是我们整个乡亲长期靠以为生的一条河流，一条母河。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副局长，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现在已经进入农业发展局的终审阶段，之前有个现场会勘，那我们现场会勘的时候有会勘到像刚刚这个潘老师所说的嘛，就是其实养猪场以下的大枯溪还有很多的灌溉沟渠，它其实都会受到这个养猪场废水排放的影响。那县政府在受理申请案件是一体的一个单一窗口，然后统一由我们这边汇整到各业务单位来做一个审议。那刚刚潘老师所提到的一个问题那这部分涉及到我们水务单位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审议。那这部分在水务的部分，它会依照它的一个水利法或是相关的一个灌排水的一个法令规定切实来做一些审议跟答复。好，阿兄呢，唐台您给台当的说明呢，阿兄。等一下，我们还会有机会让田先生再针对这些乡亲的疑虑做出一些发言了哈。像先公告一下，协看一下，公告以后技术上的现场，等下要谈谈业者佢对要用伊嘅实场，佢有乜嘅讲法。像公告以后，马上转节目现场继续讨论。
两中央村民特别节目现场哈，所节目嘅后背讲到吼，了只差不多7分人天，差不多2300人票吼，而约1500头猪嘅牧场呢，约猪场呢，而都係呢個觀音鄉嘅種南部老太闊兩個村夾嘅地方嚟實下去吼。喺旁邊有千多嘅休閒農場，種蓮花嘅農場，民眾聲音咪講，咧學豬嘅樓種蓮花吼，兩隻嘅性質吼，偵查搶嘢嘅，個蓮花鄉老主事先吼，真見掉唔強下啦吼，冇辦法都夾強下，故所以叫強烈嘅抗議吼。唔過，因再有同嗰種生意哈，佢派出佢哋學主場嘅環境規劃環工這個規劃師啦，現場啦，呢個詳情面對面嘅交通。唔過呢，呢個記者也有採訪到一種嘅場主哈，戴先生，佢總係嚟入去實力主場，佢做到樣板型嘅一種嘅形式啊，像先睇下呢種嘅戴廠長，佢對於實力學主場嘅講法係乜嘢？因為養豬這種行業，大家都認為說是傳統的，所以就避而遠之這樣子，所以我要想說做一個比較科技一點，比較環保一點，所以預計花費要多一點，就朝着這種負壓、這種比較科技然後形式去做，我們會朝着傳統產業科技化的方式來做，然後維護環境，然後讓周遭的。然後在周遭種植一些樹木，然後收取那個豬的排碳量，然後降低它的異味，然後使得那個生活品質不會受到影響，讓這種綠人養豬這樣子，然後未來會規劃個生態池，然後使用那種讓那種廢水，然後先排放到那個生態池裡面，然後經過沉澱，然後種植一些那種水生植物，然後讓它分解掉，然後再排到那個河川裡面，然後降低那種河川的污染。所以看到咧廠主啊，非常非常嘅後生啦，其實你咪講，其實後生人做傳統事業都有新嘅一種嘅思考嘅方向。故所佢提出嘅，環保、科技，用清新嘅負壓式嘅水簾式嘅豬舍哈，希望都係攞呢種嘅小豬場嘅環境嚟改善過嚟哈。然後又講做生態池啊哈，甚至種樹嘅啦，改善下旁邊嘅環境啊，改善下主邊嘅民眾那種嘅感情哈，那這些提出的一個講法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田先生再上來跟我們講一下哈。頭下你帶廠長講到哈，用環保的科技的，人家有講到用環保的科技的哈，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所謂的環保的科技的養豬場，係上東有乜個用神？傳統的養豬場它是屬於開放式的，也就是說，在夏天的時候，它把整個布簾開起來。哦，怕豬太熱。對。這個你們就聞到它的豬糞味、豬的體臭味，那你們就聞得到。而且呢，傳統養豬場它是把排水溝，就是洗豬舍的水，是把牆壁打洞直接排到水溝裡的，它沒有經過污雨水分流。哦，是。會造成下雨的時候，污水處理池馬上溢滿，然後沒辦法處理這個廢水而污染環境。那這上面這一張就是採用負壓式水簾的通風系統，那所謂負壓就是說，我站到這個門口呢，風是往裡面吸的，是它不會往外排，所以臭味不會跑出來。對，它會經過水簾的那個方式去調節這個養豬場裡面的溫度。那我不知道田先生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沒有？我讓觀眾提問題。提問，好，鄉親，好，兩個先生。我想請問下貴公司哈，你們剛才所算的成本，是指你們的硬體設施成本，還是每一隻豬所攤提的成本？就每一隻都在事後的成本。硬體設施。硬體設施，那以往後呢？你這些水簾的所需要電費，然後還有這些廢物細物的成本，而增加多少？以目前來看，就是。現在的規模跟大園那場規模是差不多。那目前大園那場所花費的電費每個月是7萬，增加的電費一個月是7萬。所以您擔心的是說，如果這個往後每個月這些使用這些環保啊、負壓水簾這個成本很高的話，業者可能就是設施了，但是他不使用。對，是這個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因为我们是要它如果要持续使用的话，当然的话它会降低一定的污染。可是如果说它经济成本超过它经济成本，它不愿意使用的时候，那这些社变成转会为变社会成本，那该不会就是我们社民来承担吧？对。然后另外还有想请问一下哈，你们因为我刚才有看过你们那个畜牧业的那个处理的标准哈，这个标准似乎你们只是讲到 BOD、COD 跟 SS 这3项似乎只是最初最基本的。那你们的氮呢？你们氮排放量呢？你们的磷排放量呢？钾排放量呢？对，那你讲到这个氮磷排放量，目前环保署它在养猪业放流水标准里面，它就规定5项。那氮磷排放量当然是，这位先生您顾虑到，在氮磷排放量里面，那这个废水池里面的，我在它的厌气池的部分，我们是加装了搅拌机。搅拌机以后，它会去除它的磷和氮，那减少那个生态的危害。我们现在我们大节村这边就有一个现实的那个，现在在养猪的，我们那个光明纺织厂，尤其那个一排出来那种臭味就很臭了。你现在说我们现在会有先进的，会有改进，可是我们在日本里面先进也是改得很好，可是它的臭味也是很多啊，它的臭味还是一样会排得出来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要的是我们要好的环境、好的空气。因为台北人还有我们休闲的，我们尤其现在我们都是讲究休闲，想要来到这边就是想要休闲，想要好的环境，想要好的空气。可是我们来到，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大节村这边就有一个那味道真的是受不了了。那如果我们长官，如果我们能把2年时间，能把我们这个，我们大节村这边的臭味，这一家的猪舍的臭味能改进的话，我们就欢迎他来建设。如果不能改设它的臭味的话，我们还会赞成他来这边建设吗？好，那原有的都已经不让你们满意了。对。那如果原有可以改善到让你们满意的话，比照同样的标准，后者才有可能进来就对了。对，我们就会欢迎啊。谢谢。那田先生，我想说，刚刚这位太太提的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说你们养猪场用的水。饮用水源是哪里？这个好像在这个容许设施办法里面其实也有提到。那在你们的简报里面其实看不到你们的水源取用是来自于哪里？那这是我的提问。桃园县呢，沿海市乡镇是禁止藻井，所以没有所谓用地下水而让地下下陷的问题。那因为没有地下水，所以在所有住户或是产业一定会有自来水到达现场。那既然用了没办法藻井的话，用了自来水，自然我们把废水处理，现在的规划是把以50%的废水放流，50%的废水回收起来，是从那个猪舍。是，所以等于说你们是用自来水就对了。对，用自来水来养猪。是好，那谢谢田先生哈。我想感谢您嘅业者咧，请个规划嘅一种嘅田先生哈，面对面来向前来回答他嘅疑问啦哈。你咧向前有意见系冇？哈，两位先生系。它的污水直接排到大库溪，我们刚刚潘老师也讲了，那个溪每一个河，那个南沙坝旁边都有引流的，就直接又到我们的灌溉水、灌溉田里面去了。根据水利会的标准哈，那个排放的磷啊、氮啊，那个都不会过了，那个排放水绝对不会过了，我敢各位保证，除非在这边建议啊，业者哈，你有办法买管子直接到海里面去，不用经过水利会了，那在这边就是奉劝业者，就是找比较靠海边、比较没有附近没有什么住家的啊，不会影响那么大。更何况我们这么多休闲产业在这边，更何况我们的周边的居民那么多，每天都要闻那个异味、那个臭味，不可能会没有味道跑出来了。刚刚说停电，那万一一停一天，我们就要闻一天，那我倒霉哦，我们住在这边就是倒霉哦。所以说我奉劝业者尽量寻找适合的地点。其实水嘅标准民生用水嘅标准係最高咧，再來係農業用水係天然高，再來讓係屬於排放水嘅標準，所以排放水嘅標準係低於農業用水標準，所以你們的磷
这些问题，可能要经过农田水利会或者是管水的单位的认可哦。像该企业努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啦。不过都在恁个观音乡哦，你下游的叫做观音乡的休闲农业园区哦。啊，我想要请教那个欧乡长，就是说观音乡农业休闲园区，啊，分养属主业咋来嘛？其实我们大觉村跟南埔村这2村就是我们这个休闲产业跟观光产业最主要的地区。那这一次我们这个红信养猪业者刚好想设在我们这个观光产业这主要区域来设置这个养猪场，这是一项非常不恰当的。那我们目前的政府，我们的县政府也在大力的推动这个观光产业、休闲产业，包括我们公所一样在大力的来配合推动。那如果在我们这个主要的观光产业区来设这个猪场，那我请问，那未来那我们的附近的居民，那不是一天到晚那闻到这个臭味吗？包括就算你现在你的设备是最新的，我相信你的设备是最新的，还不能达到没有臭味，而且这个你的猪的大便、小便的排放，你不可能说化整为零，零污染。我相信虽然现在是高科技时代，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在这边设养猪场的话，你们有产值没有错，只是你们红信这个养猪得了好处，那我们这边所有的居民，我们所有的业者，这种损失谁来负责呢？所以我在这边特别也来恳请我们的上级单位县政府，在这一件的申请案请县政府严加审核、严加把关。但是问题要回到我们农业发展局这边，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现在在中审嘛，那各个相关单位，不管是公务局地政局的，都会汇签他们的意见进来。但是最重要的在地居民的声音，你们在做中审的时候会纳入一并考量吗？还是说只要程序上面、法规上面都 OK 了，只要他这个书面文章都可以了，就会通过呢？那在地民众的相信的意见就不参酌呢？这个部分是不是先请这个副座跟我们回答一下？是的。那我们对我们莲花产业我们在公所跟县政府长期以来对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辅导，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产业欣欣向荣，一年比一年办得更盛大，那也创造更大的一个收益。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引以为荣。那也是看到，就是北观音、南白河这样的一个盛宴那当然了，那申请业者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申请，设置我们一个养猪场这样的一个案子，我们要兼顾到养猪场的一个整个申请流程，或者它整体的一个权益。那我想我们在5月10号召开的一个沟通平台之后，那今天也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村民大会的机会，我想我们今天业主的一个代表也有到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村民所建立的一个声音。我想在申请业者应该有一个很审酌的一个考量到我们在地监督的一个力量。副座希望说业者做自主评量了哈。那我不知道说田先生听到就是说这个乡亲意见表达到现在，您会带回去给我们这位戴厂长或者是洪信这个洪老板什么样的建议？就算我选择别的地方去做的时候，我也要照现在最新的科技去做，并不是说我现在因为你们抗争，因为他看这个时事是不对的，没有走高科技去是不行的，所以业者也有在评估，所以他也是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在这边设不可，那既然这边他要发展这个休闲观光产业，那本身我在做这个环保的，我也认为说取一个平衡点就是说，因为养猪大家都认为说它是很臭，
很脏的那个行业，那我们就是用现在的理念去别的地方去经营的话，是不是也会像受到乡亲的反对这样子？但我就不敢讲了。那主场呢，每天都来维系哈，但是你联发产业还是持续发展下去。高影响的生态、高影响的环境，还是持续来发展哈，往行家进步嘅方式来前进啊。我说你嘅乡亲老师讲，迄边对你高影响嘅未来嘅前景，对于我们莲花季、莲花产业未来嘅想象，有冇嘅期待？有什么愿景哈？甚至对今年的新嘅一年嘅联发规嘅发通，有冇嘅建议嘅方案上，加在俩几批提出来，俾恁嘅乡长并农业区嘅副区长来做参考，向听叔发言好冇？好，两位先生。你说要跟我讲科学养猪，你就全部用那个水泥斗，对吧？水泥洋房啦，这个才叫真正叫秘密式的啦。那我再请问你啊，他这个厨余，他怎么处理？在县府的时候，他说他用木材燃烧了。对。那我后来，所以我在简报里面我不做，就是因为我建议他用那个重油用锅炉啦。因为重油出来的那个是水蒸气比较好处理，会处理设施会比较简便。那我在我的规划书里面有一套，就是说主厨艺的上面有个集气灶，这个集气灶是目前桃园县没有一家养猪场在做，这个是台北的。集气灶，它就在煮收水的时候，它的气味它会收集起来，经过水洗以后才排放。我希望业者有没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希望你一定不要选择此处了。好，谢谢。好，谢谢。好。最主要是因为田先生他并不是真正的业主，他只是帮洪老板做规划，所以很多问题其实田先生今天回答，也许就以他个人的立场或者是专业立场回答，但是不代表洪老板或者是戴老板他一定会做到。所以比如说，当然我想乡亲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疑问可以提出来，但是我想完全对着田先生来，好像对田先生也不太公平，因为毕竟他也只是一个规划业者，他不是真正老板。乡亲还是有意见，我还是非常欢迎大家举手发言，好不好？对于你好，这位先生，今天我们现有的，刚刚我们那位小姐讲的，我们现有的养猪场都做不好了，你现在还要让新的养猪场进来，我们可以承受吗？我们是绝对不能承受。另外一个，你跟他看一看，全省的养猪场哪一个养猪场做好的？有没有？没有一个养猪场做好。唯一一个养猪场做好，我可以告诉你，就是玉里的龚先生，他做得很好，但是他投资了几亿。他是怎么样？他的猪呢，一只要卖60几万，是为什么？他是在跟医院合作，在做植皮所用的那个养猪场。如果说你能够做到那个养猪场，我欢迎你们，因为那也是属于观光的一个部分，好不好？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先生。好，那副座，我想先从你开始好了哈。听完今天一整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攻防了哈，那您觉得说这个养猪场设在这里，对我们这个整个观音乡的休闲农业园区是加分还是减分？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您来做回应？是的。那我想县政府这边基本的立场就是对于我们所有农业产业方面，那我们会善尽相关的辅导，来协助相关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机制。那当然，在整个后续的一个管理的部分，我们也由我们相关单位会严格的一个要求来做一个审理。那当然，对于养猪场的一个设立的部分，可能在整个一个观感上哈，那就是在民众的一个观感上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产业。那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必须要求得一个平衡。那我想在养猪业者的部分，也为了整个一个产业的永续。那必须要善尽跟当地的一个沟通、协调、说明，那必要的一个诚意的部分，或者说对于整个今天相关的一个乡亲所反映的一个意见，那都必须要做一些审酌考量，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决定。好，高影乡他家做，对高影乡未来的发展，对高影的联发产业，有冇该提出乜嘅愿景，俾你乡亲来做了解嘅？
那在这里我也要恳请县政府对这个红姓养猪户这个申请案件严加审核那也恳请红姓养猪户另觅他处来做这个养猪场让我们这个南埔村、大捷村附近的这个乡亲，以及大捷溪下游的乡亲有一个这个良好亲近的这个家园了让我们回归这原来这个美好的生活空间以上谢谢。好，谢谢。最后我想请教潘老师的是讲，其实观音乡从太复海的政治，或者民意并民意跟民力的展现。联发产业最成功，也是民意然后民力的展现。两百年的业者总下联合起来，来对那种的设那个主场也来展现佢的民意，还佢的民力。但是因为两件事情，最后会做得上做唔上，嘅关键喺度哪位？我今天非常感动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在地的乡亲，甚至包括我们乡长，我们真的都是第一线感受到我们的威胁，所以我们大家是同心协力的，要阻挡这个业者。那第二个我感动的是，今天代表业者的环保设施的这个单位呢，也表达了他们看到我们在地人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决心，所以他也愿意呢，把今天这样的意见呢，要转成他的业主，希望他呢能够考虑换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甚至将来呢，真的玩下去，我们在地的居民长期的这样的抗争，他们会是血本无归的。但是我就有一点失望了，哪一点失望呢？各位看一下这一张，这个是2年半前，我们大窟溪就在这个旁边，我们做了一个雨衣梯，由县政府花了很多钱来做的一个雨衣梯，就是希望大窟溪呢整治得很干净，我们的莲花产业呢可以变得很棒。就在竣工典礼当天呢，我们的2位议员、我们的县长我们的水务处长，通通都来剪彩，来办理竣工的仪式。可是我今天现场呢，我听到的最软弱的就是我们农业局的副局长，他一再的表达说是合法申请，而没有表达真正对业者的一种规劝的心态。这个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我总觉得官离我们越远，好像就越不了解我们在地人的心声。因为最近我们也在努力为藻礁而希望它能划为自然保留区。可是我也是看到我们县府呢，一直都好像不太听得懂我们说的话。所以我在这里呢，希望如果说吴县长也曾经来到这个地方，关心我们的莲花产业，吴县长也这么关心我们在地人，希望有爱与祥和的社会。在这件案子上，连业者的代表都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县政府是不是应该硬起来？今比你这一摆看到观音乡乡民民意的展现但是那股力量飞行出来以后，后面有办法成功来主动了小主场，杀到了休闲农场最 massive 的那个太福村和南埔村的，像咧喺大家嘅期待啦所以民众的意见100%的反映，特别真紧做变成你政府单位做决策的时间，深深来参考的这个部分呢，像咧青重要的人民主社会民意的展现。做决策的人，用把人考量，用把人重视，像咧係非常重要嘅。到底係大家嘅權益，係重要一個一張業者佢本身合法嘅權益，我嚟保護到係重要。像你係需要執政者去做指揮嗰種嘅裁判像你所以詳情出來等看，你小主場會對你嘅做休閒農業園區蓮花田地嗰度嚟起來嘛，種南北河。北觀音嘅好名聲，係咪再繼續傳揚下去？蓮花係咪再繼續飄香呢？像可能你縣政府嘅決心啦，像今邊嘅村民太平感謝大家參加，什麼大家安子再會。